民国95年呢，在台南大学听演讲，是国兴博士研究员呢，介绍宋江镇台湾庙会文化的现代传承，就提到那个西港乡的乌竹林乌竹林吗？金狮镇也有180年，请施主，那是95，现在已经112年了，经过17年了，快200年了，197，快200年了。西港乡很有名了。乌树林了，金狮镇，西港乡传统庙会镇头很多，很有名。台湾第一乡，号称台湾第一乡。宋江镇的就很多种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什么八美图很有名啊，八美图，网络搜寻。好像叫柳树村。还有8个妻妾，那骑马的呢，化妆的很好看啊，骑马参加庙会活动。这是那个安定呢，安定叫做什么海寮啊？安定乡海寮普陀市。有那个镇叫八美图不是八卦镇哦。